大師兄譚文說子。二、學習的訣竅，考試的技巧，給學弟妹們。身為大師兄，從小到大，何止10年窗下呢？經歷嘅考試，用身經百戰嚟形容，亦都不為過嘅。雖然話讀書唔係為咗考試，但係無可否認喺現今嘅社會，考試決定你能唔能夠升班，能唔能夠入讀心儀嘅大學，能唔能夠受雇於高薪厚職。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意思係古代嘅讀書人係為咗自己得到知識，然後感到滿足，但係現代嘅讀書人係為咗向人炫耀知識，即係所謂 show quality 啊。但係咧冇錯啊，你係現代人啊嘛，所以讀書係為人係完全正確嘅。當然啦，如果你又能夠為己，又可以為人，咁就最好不過啦。莊子有話：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，以有涯隨無涯，殆矣。意思係我嘅生命係有限嘅，而知識係無窮嘅。以有限嘅生命追求無窮嘅知識就好危險啦。我認為呢一啲講法係懶人哲學，不足為法嘅。其實知識得到一啲就係一啲，咁就等我嚟向各位介紹一下我嘅心得啦。要考試有好成績，首先你要打從心底熱愛知識。如果你做唔到呢，咁你每日對住塊鏡講100次呢8個字啦。知識改變命運。你嘅前途，你嘅人生，好大程度呢係取決於你有幾多知識嘅。有啲人話自己天生唔係讀書嘅材料，胡說八道啊！冇任何人天生係讀書嘅材料嘅。你要從細個開始，每日對自己講：我一定要追求知識，唔好俾人睇低。興趣源於需要，你有咁樣嘅需要，你就自然有咁樣嘅興趣。所以《論語》開宗明義第1章第1節就話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意思係進學而又能夠時常咁樣溫習，唔係好快樂咩？咁喺2500年前嘅中國係咁啊，2500年後嘅美國都係咁喎。所以蘋果電腦嘅教主啊，喬幫主喬布斯咧，佢就話啦：求知若飢，虛心若愚。你有知識係你成功嘅必要條件，但唔係充分條件。你有知識，但係冇人知，冇用嘅。你要考試考到好成績，人哋先知道你係唔簡單嘅，唔好輸喺起跑線上邊。不過反過嚟講呢，正所謂啊，一命二運三風水，四積陰功五讀書啊。成績好唔好呢？有時要講彩數嘅。一次失敗唔代表永遠失敗，一定唔能夠泄氣。要永不言敗，再接再厲。如果你自問你已經好用功啦，但係成績仍然係差強人意喎，咁樣你一定係唔識得考試嘅技巧啦。考試嘅技巧分事前同埋臨場兩方面嚟講。正所謂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啊！成敗呢唔係取決於打仗嗰一刻嘅，而係要平時留心聽課。呢個係技巧嘅第一條。如果話要考得好，就要勤力讀書，你嘅反應一定會係鬼唔知咩？
正所謂唔死係100歲啊，咁要得先得㗎，講咗等於冇講。而且有啲人勤力讀書，亦都唔一定能夠得到好成績嘅。所以呢，我唔叫你勤力讀書，你唔讀書可能因為你懶，懶係人人都有嘅劣根性㗎啦，唔容易克服嘅。所以我叫你留心聽課，你上課嘅時候付出1分嘅留心，就抵得過你考試前嘅臨急抱佛腳10倍嘅勤力啦。正所謂練精學懶啊，你係聰明人，所以你寧願留心聽課。任何人都有偏向嘅，你嘅老師都唔例外。佢考試出題8、9不離10，着重於佢上課時候講嘅內容嘅。我除咗做過學生之外，其實我永遠都係學生啦。咁我亦都教過書嘅，上堂講嗰啲呢，我會特別着重。所以如果你預先知道老師會出咩題目，當然就百戰百勝啦。不過唔係叫你完全唔理會教科書嘅其他部分喎，但係總要好似金字塔一樣，特別留意老師講過嘅部分。你留心聽課呢，做功課同溫習就慳返好多功夫啦。正所謂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。有啲同學喺考試之前可以去打波，你係咪好羨慕呢？其實你都可以做到嘅喎，只要你識得點樣溫習就得啦。技巧嘅第2條係，你上課同溫習嘅時候要拎住一支筆，除咗用嚟做筆記之外，最主要係用嚟標注重點。你唔好用熒光筆喎，熒光筆容易整污糟，又唔好用間尺，記錄係俾你自己睇嘅，啲線直唔直唔重要嘅，唔係叫你做撮要喎，所以你畫嘅部分呢，唔需要講求文法嘅。譬如話中國嘅面積係960萬平方公里，咁你畫住960就已經可以啦。拎住筆嘅目的當然係要畫住老師認為或者你認為重要嘅地方啦，方便將來重點咁樣溫習。但係更重要嘅係，老實講啦，上課同溫習有時都係好疲倦嘅事嚟嘅，尤其是夏日炎炎正好眠，飯氣攻心嘅時候，確實係難頂嘅。有咗一支筆呢，你精神就有寄託啦，注意力呢又可以更加集中。就算唔再溫習，畫住嘅重點呢，亦都會比較容易記得。喺講到臨場實戰之前呢，最後仲有一件事情呢，係事前要做嘅技巧。尤其係如果你考嘅係公開試，咁就請你先收集一下考古題啦。即係話過往歷屆嘅試題，近期嘅好啲，有答案嘅好啲。你未必有時間做模擬考試嘅，即係所謂 mock exam 啊。但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你要喺最短嘅時間之內，多啲睇下人哋，尤其是啲專家咧點樣回答。呢個係我向各位建議嘅第3條技巧。至於其他老生常談咧，我就唔講啦。反正咧，你或者已經知道，只不過係唔一定做到啫。下面咧就比較到肉，我會講下考試臨場嘅技巧。不過喺講下邊之前咧，先俾你15條廣州小學發俾學生嘅語文試題。我相信你最少都喺度讀中學啩。咁呢啲小學雞嘅題目啊，應該係易如反掌先至啱嘅。